什么啊？我妈妈今天帮我准备了面包夹荷包蛋，营养又好吃。哇，你妈妈帮你准备了面包夹乱包，很棒吧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妈咪帮你准备的面包是面包，乱包就是荷包蛋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小蜜，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呢？你懂做什么嘅？爱带天豆，那你呢？我妈妈今天帮我准备超级丰盛的午餐，炒饭还有高丽菜。哇，这么营养哦！有炒饭、炒饭，还有玻璃菜、高丽菜。对啊，妈妈每天都会准备不一样的爱心便当。妈妈每天帮你们准备的爱心便当一定要吃光光哦，这样子妈咪就会很高兴的。面包，面包，面包，面包。今天早餐吃什么呢？面包，我今天的早餐吃面包。乱包，荷包蛋，乱包，荷包蛋。面包里面夹了什么呢？乱包，荷包蛋。玻璃菜，高丽菜，玻璃菜，高丽菜。这个蔬菜是什么呢？玻璃菜，这个蔬菜是高丽菜。炒饭，炒饭，炒饭，炒饭。妈妈的拿手菜是什么呢？炒饭，妈妈的拿手菜是炒饭。哇，小蜜很棒哦！面包、乱包、炒饭、玻璃菜，4种食物的客家话，小朋友都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伟亮，拜拜。